所以如此依止上师的一切方法已明确然后什么例如依止什么圣庙水池的天鹅不会搅混池水什么池水是吧？什么水？池水，池塘里面的水。池水对对对，而是以什么？轻盈嬉戏。乘以什么？轻盈嬉戏。信呀。轻盈嬉戏就是很轻快的在玩。知道然后呢？尽情享受。尽情享受，然后？蜜蜂飞入花丛时，不会损坏花的色香，而是吸取精华后便离开。好，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前面呢，你们再念一次：依止圣庙水池的天鹅，不会什么？搅换池水，而是轻盈的嬉戏，尽情享受。蜜蜂飞入花丛时，不会损坏花的色香，而是吸取精华后便离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吧？对，听得懂啊？懂。那如果是这个，为什么在这里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容词？因为这个我们可以听得懂，因为就是相当就是那个怎么说呢？天鹅在水里面的时候，就把这个水一个小小的水池也一样，如果是一个小小的水池里面一艘船，或者是一匹马或者是其他的动物然后跑在那个水池里面的话，那个水会变成怎么样的呢？下面的所有的泥土全部都是会浇上来，然后那个水变成灰色或者是红色或者黑色，根据这个泥土的颜色，因为泥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嘛，所以今天如果是泥土是红色，那就是那个水全部都会变成红色嘛，对不对？对。但是呢，天鹅呢就不会这样的。天鹅在水中的时候呢，就根本就是这个水下面的这种泥土的这种怎么说呢？那个成分根本就不会上来嘛。因为是什么？说明它把那个对这个水没有任何的影响。虽然它浸在水的最深的地方，或者是在现在水的浮在水的上面，它在游过去游过来，然后伸进去浮出来，水都是在平静的。所以一个弟子依止上师的时候呢，就是必须的这个水呢，就是作为上师的环境来看，或者是上师的心情来看，那么不要去动摇，不要去干扰不要去做任何的这种能够可以干扰到上师的清净心的部分，或者是干扰到上师诸位的在金刚师兄也好，众弟子也好，眷属也好，有这种的行为的话，那就是说明是自己的依止的方式是不对的，然后就是有造了业，所以这些都是会有业的，会有造业的严重的业力。所以我们比如说今天到了一个圣地，必须得要祈祷，必须得要做一些怎么说呢，善事，是据说有功德嘛。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境非常殊胜。我们修持金刚萨埵法做忏悔的时候，就有对治力嘛，就是所依对治力。所依对治力是什么呢？金刚萨埵的佛像，或者是三宝的所依释迦牟尼佛的像，莲花生大师的殊胜的佛像等等这些，或者是上师善知识高深大的就有修持的这些，到了他们的跟前的时候，我们做祈祷，
我们做忏悔，都是有相对的力量。同样的，你今天对一个普通人跟对一个上司，你扰乱了上司的心情，跟扰乱了其他的一个普通的一个众生的心情，这两个都是有罪，但是罪的大小完全不同的。所以严重的这个罪过，就是相当就是一个人进入了密法的传承，然后在密法的传承里面造业，只能是会下地狱的原因都是在这里。因为密法太殊胜了，传承太殊胜了，修得好只能会成佛，没有第二个路可以走；修不好只能会下地狱。所谓的修不好是什么意思？修得不够好，修得不够努力就下地狱吗？那不是啊，那不能就是误解。但是破坏了戒律，然后就对上师以传承，对金刚师兄起了严重的烦恼心根，起了邪见之心的话，只能会下地狱。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下，任何一个弟子对传承、对上师、对金刚师兄，在一生当中不起任何的这种邪见之念或者邪见之心，是能做得到吗？做不到的。有的时候会有起这些邪见之心的，那怎么办呢？会不会下地狱？如果你没有去忏悔的情况下，你内心里面没有忏悔、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会下地狱。但是你可以忏悔，可以改变。自己知道了，自己已经是过去的这个行为是不对，过去的这个想法是不对。这样的时候呢，你就要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不要再做任何这样的违反上师的意愿跟扰乱上师的清净心的事情，跟怎么说呢，嘲讽道友等等的这些不好的行为，从今天以后完完全全要断除。再也不去做这些事情，你自己的内心里面发下实验，然后重新改变，重新再来的话，你不会下地狱以外，你的修持会越来越好。只有一个路可以走，成佛。那如果是这些都不忏悔，而且觉得自己就是很有道理的，都心里一直都想为什么，都是说为什么。我说好像明明都是很有道理的，某某师兄好像对我怎么样，某某师姐对我怎么样，上师也都对我怎么样，等等等等，这种一切的想法都是延续下去的话，只有下地狱，没有第二个路可以走。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有忏悔的方式，就我们去寻找自己的内心当中思维有没有需要忏悔的事情，这是非常重要。没有去找的情况下，也许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过去的一些行为，就是又没有办法忏悔的情况下，也是会影响到你的道路。当然就是也没有那么严重，说完完全全放弃这个传承感、上师感，或者是完完全全放弃这种金刚师兄等等，完完全全放弃修行那么的严重，但也是会影响到你的成佛的道路。所以呢，必须得要去反复的去思维有没有不如法的地方，有的话就是立刻忏悔，忏悔以后也是祈祷，就是以后再也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这样去修持，这是非常重要，这是经常要修持的部分。同样，我们应当了知，无有疲倦，不厌其烦的依教奉行，受持上师的义行，依靠信心与精进的进取因，助于上师圣者心相续中的一切闻思修的功德，能融入自己的相续中。如同从一标准，已经如就像从一标准品侵入另一标准品种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标准就是圆满的宝品，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也是一种形容词。
意思就是上师心相续中的所有一切的成就。像比如说，你的上司对他对他自己的上司有多么的尊敬，多么的恭敬，多么的重视，你也是同样的做到对你自己的上司的一样的这种恭敬跟尊敬，这是一个。第二个部分来说，你的上司有任何一个功德，以及在心相续中的一切功德，能够可以融入自己的相续中这就是相当就是圆满的一个宝品当中的所有的殊胜的职业进入另一个圆满宝品之中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是修学的部分。修学上师的时候呢，就是先修学上师的功德的部分。如功德藏云：如以圣持之天鹅，蜜蜂品尝花智慧，恒时相处悉其行，无有彼岸此事意，信心进取得功德。这个方面呢，就是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后面的这个4句词甚至行持菩萨行，即来福的智慧广大资量时，自己也应发心供养微薄的财物受用，或身有受用，或身苦役的，怎么说呢？或身口劳作，甚至仅以意念随行等结上善缘，由此圣智的无上发心力所产生的一切善业资粮，甚至获得多少，自己也将同样获得。这个部分来说到，就我们经常都说要对所有一切人的这种功德跟所有一切人的这种修善的善行，都是要做内心里面做学习赞叹的意思，或者是参与供养参赞等等一切的功德，都是能够可以在分享得到同等的功德，有这种功德的意思。自本作人